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所发现的蛇年的钱母是自宝盆的造型，民众是抢买爱，网络顶有人卖假的咧骗钱。庙方除了报案之外，嘛教大家要安怎看出着真假，就是摕迄个吸石啊，甲吸一个。正版的钱母是阿鲁米的材质，无法度吸，所以所摕到的钱母，若会去互吸去，会去互吸石啊吸去，这就是假。将钱母放伫咧保温罐，或者是现实的挂顶面，业者配合指南宫专利质谱，做出真侪种的周边产品。因为今年钱母斗大身上含珠宝盆造型真特殊，真侪民众抢要爱，所以市面上都真侪仿的。点开拍卖网站，一家钱母花到100元，若是假珠宝盆，会当卖到400-500。不过公庙发现这钱母真侪拢是假的，嘛甲民众若是用吸体，就会当知真假。看起来外观拢同款的钱母，摕吸体正版的吸袂起来，仿的吸会起来。因为正版的钱母用是阿鲁米介绍开，轻邦邦嘛较袂臭，无吸性。仿的业者为着利润，材料用铁亚，俗嘛较会新鲜，有吸性，所以才会叫吸体吸起来。它外表做起来真的你看不出来，后来我们就用吸铁哈，用吸铁去把它这个假的，它主料是用铁做的。仿的物件，若出现伫咧拍卖网站，警察讲伫咧网络顶宣传水时，佮看到自下式广告伫咧卖钱母，已经涉嫌诈欺含违反商标法，会继续跟对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